太刺眼嘅聲音呢，會知道較快樂。做得自家解決問題嘅聲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個聲音呢，分為是經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部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鐵沙表、中浪、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。澳洲48點鐘，第四季全新的要開始了。越來越多對台灣各地來嘅學生嘅來報名海選，大家請命股準備，就是為到愛參加海選，愛點出自家親暫定嘅體質。秋天夢想那開意，迎來春有機。請問你知道澳洲什麼意思？每透過各種遊戲，希望在短短嘅時間內看到學生嘅無同樣嘅體質、身體、專長。經過按多重海選，總算選出10名嘅各有特色嘅成員。一下，人就天天記到向下來去接受各種挑戰啦。自己的迷途位置。刚才经过一番波折之后，就来到这边，才找到。在默契看得到你的位置吗？看你的。大家可以叫我果果。锁定区。在最后绑带2个大背包，不是像我一样带1个背包1个行李袋。哦，不是，我就带2个大背包。嗨，你好。你找你的名字看一看。哇，包包比他还大哎。看出了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太热了。然后在商场是加入好友，然后欺骗，然后我有遇到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有，我有。右上角来扫我。因为你要给他嘛，他有的时候会咬到你的手，会太痛。不会，就是他这样，他牙齿这样痛而已，就是牙齿很小，很软。对。你是什么腔调的？那个四线，北四线吗？还是南四线？北四线，我是南四线。南四线，那你应该跟我发音不一样。南四线和北四线和海陆，还有那个陆丰，发音非常多，所以大概每一种都不一样。所以我爸爸有跟我讲，如果别人说你不对，没关系，因为大家可能腔调都不一样。我妈妈还有再给我买一件外套，薄外套，这个比较厚。我真的很冷的时候，就代表我薄外套，我没有带那种厚。哦，我姐姐还给我带睡衣来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换。我想出来什么问题可以问？对，问什么问题啊？刚想不出来。第四季嘅挑戰愛伴咗南台灣同北台灣，故所應對總部嘅黑環山開始。一搭尾係啲黑環山腳下梅風農場，係台太營業呢教學聲音場所。呢日案發嘅農場地度有種嘅溫帶青菜、果子同見乾出活。12嘅成員對各地來到也愛接受各種挑戰。我係對苗栗來嘅黃玉娟，竟然11歲，通
1年生，第一集节目地度，我听说我表现到千真到。我是杨丽蓉，对台北来，当欢喜来到亚美。我听说我用当欢喜嘅心情，加速挑战嘅。大家好，我是钟允杰，今年12歲讀6年生，希望我做得到前3名，我一定會加油。我是賴依，今年11歲，我從桃園來，希望交到更多嘅新朋友。我是林淑寶，我今年11歲，我帶啲桃園龍潭。阿婆，你有看到我嗎？我啲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陳飛賢，今年4歲，我參加歐洲48點鐘嘅夜宴會，讓你做得出國遊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張立群，今年9歲，讀小學4年級，重新讀起來，我同我父內活動，東上挑戰黑鳳山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富婷，今年10歲，同歡喜來到鴉片參加歐洲48點鐘嘅節目。我是王奎成，我今年10歲，5年生，希望我做得拿到好成績。我是對桃園來嘅張雨晴，今年9歲，都4年生，期望做得力量大，鍛鍊自家嘅身體。我是王美秀，11歲5年生，我想愛出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欣宇，我今年11歲，6年生，我在高雄，下擺我一定會加油，拿到前3名。23年做得對外表、身體，看佢好做乜嘅來認識。唔過今晡夜，延期前我來考驗大家，記得大家嘅相貌。同可能我係乜人，睇到對方嘅相，請先講出正確名嘅第1分，係講請講錯作樣嘅3副，就得0.5分。來看乜人對相係敏感呢？心宇凯谁说？新宇，对，好，OK，1分了哈，来。看我黑马萨，一点的。他穿浅蓝色衣服。我知道名字是什么，如意。是吗？答对了，好，请放下。太厉害了。我只记得这2个。刚刚在游览车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坐在后面，然后后面那边是5排的位置，所以我就刚好注意到他们2个，所以就记得他们2个。这个声音我听不出来，女生的声音怎么都那么像？哇，阿凱成動強哦，按腳就記得按到人的名同上，佢總共得2.5分。阿飛賢、阿怡怡、阿麗森、阿軒怡、阿福田、阿優娟未表現得當好，各得1分同0.5分。其他人愛多把握機會認識大家哦。接下來愛開始第100分組了，請先我來先吹獎。由合法接用選出親愛講客嘅33人來做吹獎，大家連定來講合法語詞，做唔得講同樣嘅，接唔到就淘汰汰。前面33各得1分，下個變做下2嘅任務嘅吹獎。王力。一开始在选队长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想当队长，但是呢，我讲到重复了，所以我就被淘汰了。林狗，好，4取3，再来最后1回合。贡茶，用蛇，行路，水果，林狗。合法接用唔但將考驗大家嘅合法，還要注意同朋友講，要記得大家廣告嘅語詞。恭喜阿飛賢、阿怡怡、阿福田得到1分，韓國變做吹獎。一下愛到微強地度交易嘅遊戲來潛水員咯。微強配對潛水員，
虽然讲那一种客家业余的下班机，看到咪强地度，最终拿等上班机来批出规矩的，顺序请到崔燕，听下到终点的，就今晚得3到1分。好棒！它已经很刺激了，起雾了，觉得好刺激哦。我想找黄凯芹，因为他分数的比较高。我想找林守博，因为他其实都可以，因为他们都还蛮活泼搞笑的。叫雷说法已经看到咪强地度的，就等等崔总去请了。看到你了，我在下面，快来找我。你在哪里？他哪里呀？不一样。有人，你是什么41片姜。改分数爱找。你们是什么？来，我在这。好，我不知道怎么过去你那边。你是什么？无米煮番薯汤。没有。不要跟我走啊！你是什么？龙水风吹好，下一句。是不是你的？我看。耶，他找到我爱了。情都给天在人黑记。你手前好思甜，你手后好中头。耶，我是第一个队员，好棒哦！马给很大，马给瓜，马给人工，马给发，我们是一队的。你是吗？他不是哦。很紧张，怕队长找不到我，所以我就自己去找队长。而且一开始我遇到了红队的，结果他说没有配到，然后后来呢我又去找黄队，他也说没有，蓝队也没有，有点被遗忘的感觉了。感觉他们都找到了。不寡莫也不敌。大家有發現冇？一條客家英語都同青菜有關哦。因為每逢農場總會當到溫帶青菜，唔係就得吃點屁對看哦。我雕都猜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是雨晴吧？这是雨晴的。不是，这是瓜类啊。不是，这个是好子不离娘，好瓜不离秧。哦，好，那就不是。然后不是，那我要，我真找不到人呢。菜瓜，我跟你，副瓜毛油副丢丢，菜瓜毛油八溜溜。我们是一队的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！走，这边，这里是终点。副瓜毛油副丢丢，菜瓜毛油八溜溜。好。我的是马给很大，马给瓜，马给人工，马给发。黃翠清閒潛到3日水油，韓國吐嘅出特技樂故年兒，有氧改得頭名，恭喜黃翠得到3分。天晴風吹後，落水風吹後。谁你嘅掉多胎，不会掉多胎。貴母愛落，貴番薯愛做。黃翠聽日完成任務得2分，藍翠得1分。你是一片功，身高100，亚身后子不离牛，后瓜不离油。3歲已經伴做好嘅，接下來就愛做頭一類伴做任務嘅。愛上人生大組成員見看農場嘅風景見大嘴鼓，前面隨意處理相關問題，大家搶答，按錯一題得1分，按唔錯200多扣1分。我中原者黄敏修，叶以晴。
好题。周云哲、黄敏潇、叶以晴、洪富婷，是4年级。4年级、 5年级。对，是4、6、4，那个4、6、5、6，没有，这样比较好记。4、5、6、6，4、5、6、6，这样感觉在密码锁哦。这完全很好记吧？对，因为就是女生就4、5，然后6、6。6，而且看得出来谁比较大。讨厌吃的东西，讨厌吃的东西，蜜梨。我写番薯。南瓜、蜜梨、南瓜、番薯，你苦瓜。哇，怎么多？爱吃。来，再来名字绝对要记好。你是什么？黄佑君。右边的军人穿了黄色的衣服，也就是他。然后我们就用这种方法谐音啊，兜一大堆语词进去，然后就变成名字，就比较好记了。邓人就会选中。什么？邓慧璇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从新竹市了。我跟你差不多近。我最不喜欢吃红豆糕了。红豆糕。然后我是，小黄瓜。对。然后你是海鲜。海鲜类。我养狗，我养鱼，我养鹦鹉，我养乌龟，我养甲虫，我养兔子，然后2只狗。我养兔子。这个任务考验大家对人的好奇心，还有对自信的记忆能力。平常时交朋友，对别人越好奇，就越有机会了解对方哦。我学校养7只兔子。哦，所以你是家里有养鹦鹉，然后好多哦。IB 小白兔开始。关注都会只听一种前进的方式。请假到终点线的人，就得到 N 题目的机会。买出4年生，一拖5年生，有带牙齿的人。好，单脚跳哦。比赛正经当激烈，有的人因为输脚看硬巴，故说冇办法 N 题目。看来我哋学做48点钟得高分，证明我有各方面的能力。恭喜阿佑君得3分，阿轩怡、阿元仔各得2分，有5个成员得1分。来到合欢山，听说我去看部分的邦乐。合欢山本身就有5座山呢，都连入台湾邦乐，包含主峰、东峰、西峰、北峰、石门山。今晡日我来此刻看呐，我看高有300-2037公尺的石門山。去山以前，我先請去山強人同人講要注意安到乜嘅。在山上呢，其实还有几个秘诀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哈，有3个。第一个呢，越急越慢。一开始的快其实不是快，那我们要维持定速、稳健的步伐，慢慢的前进。那第二个呢，以小博大，你就是用比较小的步伐，再配合你的呼吸速率，它其实是会比较轻松的。那第3个呢，我在上阶了之后，接下来后脚打直，我们再往前，对于肌肉的负担也会比较小一些些。登顶了！这里是顶了吗？是。哎，还没登顶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700公尺。去山是在冬天，不过冬有食就解。山顶嘅方面铁皮青、铁皮绿色。前面楼梯开始了，楼梯开始了，加油！我们爬500了，加油！剩250。合欢山东江东的去屋爬山都好高。哎，等一下，爬到楼梯那边再休息，再上去楼梯哦。下班合欢山的旅行，本人是冬天，不过动物给带。不然给背包上肩。背包上肩。来，背包上。来，对啊，跟上了。上肩。好，来，对啊，跟上了。刚开始客家下，仲係還會起急急，因為害怕高，容易還冇安足。我記得頭起冇跳到踢腳，
圆圆的来跳起，掌握越贴越轻松哦。这样走个大概10公尺就休息一下，这样。10公尺？你知道10公尺有多少吗？10公尺才1000公，10公尺才1000公分而已。100步先不你还要算步数。总之我们先不算了，我们先往前走。也係捱天拜些暗角嘅山，真景很帥哦。不過沿途嘅風景暗江總大。你想上去嗎？現在？不想。沒有，我覺得都走到這一步了，就不要放棄了，堅持到最後。耶！我們終於登頂了，休息一下，大喊：我們登頂了！大家都算是看到山頂嘅，唔知有好好看西周圍嘅風景冇？也下 enjoy 開始撒下來嘅煙霧。又愛畫圖又愛講法，也嘅煙霧分做2部分。大三人畫一幅畫，分享自家揭山過後有乜嘅想法，製作團隊選出印象深刻嘅成員各得1分。沙地一組43人同佢哋畫嘅圖表向下，講一個完整嘅故事，講到親好嘅組再各加1分。然後再來，我再畫草叢。这是我第一次的爬山经验。如果拍照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想不起来，还是回忆不起来。但是如果你亲身画过，感受过一切，你可能就可以亲身经历，然后体验，然后把那个感觉记下来。当你登上登顶的那种成就感和快乐感，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怀的。我还有换上一些汗水，可是这是快乐的汗水。石头的附近有一只蚂蚁正在找它的同伴。表示它已经脱队了。如果我們也像這隻小螞蟻一樣脱隊的話，我們就找不到我們的同伴，所以一定要跟緊一點。哇！大家都當有創意，做得用無同樣嘅角度來看風景，有的講得當清楚，有的就較抽象。前面係阿友娟、阿瑞勇、阿李神、阿福田、阿葉強各得1分。沙地人就會老師不發表向下，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哦。大家好，我係馮珠。在暗亮嘅小山頭，大家向下去揭山，揭山後大家來翕相，翕相後大家向下來吃東西，當歡喜。我們一開始以為這邊是很容易爬的，結果真的沒有想得那麼容易，所以我們一邊休息一邊走。一開始我哋看到三門山，就上我客機，啲路燈紅行電，就看到咧夜光，然後就知道東山區，故所就停下來看佢。到處都有以後嘅表現，不過王翠講到清完整，還講未攞心情表現出來嘅。恭喜王翠贏嘅，再個加1分。第2日嘅任務就先結束嘅，今本日挑戰嘅人生，意味強地度前年，合法配對，相互認識，記憶考驗，揭山、畫圖，還有口語表達，真件係又豐富又精彩嘅一日。也下1分所長有到嘅睇哦。不過也仲係天日天光日，還有當到神奇嘅任務等等大家，繼續聽得人向下來去搞哦。我覺得今天活動很好玩，都是第一天的任務，原本覺得有點緊張，但是後來覺得放鬆了，因為完全不需要有什麼好緊張的地方。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挑戰，因為我們要面臨就是自己找出出路，然後記別人的名字，這也是我第一次，就是那麼快就認識那麼多人。